妈妈木成员辉人明天将在台南耶诞演唱会开唱，昨晚深夜抵达台湾，吸引大批歌迷接机。今天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准备牛肉面、波霸奶茶等美食让他品尝。除了让市民朋友们还有歌迷朋友们很开心之外，最重要还是要行销这个城市。那尤其像辉人，他已经在他的脸书讲说他好喜欢吃这个，我们就去看他的脸书，然后就置办了这么多台南的好物以及好吃的东西。已经来过台湾几次的辉人，首次来台南，面对台南人的热情，笑容不断。在现场除了如愿吃到想吃的美食之外，更品尝了台南芒果、番茄果干以及应景的冬至汤圆。那这一次的话，其实在韩国他个人的这个正规专辑的活动当中的时候，其实有非常多的台湾的这个粉丝默默们去就是参加他的活动，有去看他的演出。那其实就觉得当时也有跟台湾的这个默默约定好说，一定会尽快再来到台湾做演出。那也非常的有好的这个机会，这一次就来到台南，就是来做我们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演出嘛。那也觉得说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邀请他来到这边。那也当然也是要非常的感谢这个他的默默们。辉人在今年10月带着个人首张专辑回归，从作品当中能看到他透过音乐努力传达自己的想法。他透露在这次台南的表演当中，将会有跟过去不一样呈现的舞台，请粉丝敬请期待。记者杨胜怀台南报道。